Hadi, Homadilya, also, eine Margot, Yarchesemo, Sinsi Nangengi, 那么，首先要 Aso Ginduze, Zumba de Zuma 问 Navata, 候这 Tana 个网 Shingeji, 络上 Koju Given 参与 Singe 这 Namba, 次马俄下棋课程的 Tana Shingeji, 沈 Tabata 森 Deveki, Kimba Pomo, 啊、Yos 还 Sobalaya, 有堪布、Mona 阿舍 Sane Sandu 离，Shuain. 还有山知识们，还有所有的 Tatuinde, 在家的法友们，Oro, 大家 Nibudan 好。Lega, Yarche, Nimaniba Chadi Yore.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下棋课程的 Tati 第 Kaka, 2堂课。中美戏剧虚了吧？大体嘛，某种题出题嘛，我们之学路的。前讲到了时事，今天会继续讲解。大体来中美被虚记的虚够了呀。他团线这不的，团线，那呃，嘛，我们这次呢录用的啥是呀？透那那过团线，了几个大体部分看些这个东西嘛，来学不了的。讲解时事。嗯，大体呢，那这你看里看，他投影们加入出来的就机械，是昨天我们讲那到了白天充当，整个他背景，那些，然后事发经过，呃，然后还有第女，三个就女的。是僧众的聚前不是集，那扎都各都前边挂档，就是或虚记了。是就是说结集那等的部分，于个呀，所以有这三个，喜剧昨天的巴讲过了。黎档呢，那么punto 今天要讲的是的第四个哦，多阶级虚比那样就分的 是 sometimes。我想嗯，就巴律律，还有这这看来虚个比那藏传的当个根有律喜剧当中的对于时事的说巴法的一个黎的对呀，比较。对话这波马的，那那讲的这个到时事，上元那边对话当屈中那边不对只是巴话当，律律在法藏部看这也好，边对画地部话当，也好，或者是说一切有部也好的这那他的些律典新阶级，当中，呃。都有谈到这个嗯，七白阶级也有谈到这样的对外面这，时事。这看设计哪用的多啊？对外面这跟对外面这看设计哪用你的多？会看到在部派但不同藏区的部派时候，对外当中呢，哪用嘛的？都有现在提到，那这可以但的，做全做的，部都讲的话呢，时间那是不够的。点那边对话当，所以主要我想那就针对上当然是座部的培育那把三巴个月的，列律里面的这个啊，监督，西藏美还有院那个，我们藏对吧？这传佛教里个经济，面说一切有有的把部的路线都这这个些虚比，其他那可能有也就是根虚比吧，有律但现在的对的话这个杂结构。事当中的内容三不如恰这个吞大了呀，但做一这早个比较。期有的些就这些虚那 sometimes。主要希望 OK，大家对于那对了呀，时事另外了呀，稍微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哦，所历以史那会不呢？逐一的做一个他的那点地解释。位给所以这个表格投影出来的来嘛，对嘞，左边这一中国没有戏的，列呢，就这个的是上座部的库林监督巴利律嘛用里面的大陆的，时事。他当不拉塞龙啊啥，那么他们的他那点顺的说明序呢，用的多少首先啥对嘛用第一个是的多啊，气中的言他平均西藏美静，然院那个后对吧？两指路听这个静，拿了了呀，静居落静等等。哎嘛，库林那用么第二大陆的，列呢哎那是点那藏传的边对吧？他根有律，巴黎跟对吧？他的是土那民族。么跟上座部所以你啥，监督呢，他你会看的个人到的是按照的，顺序有一些不同，所以平均我按西藏美照了院那个，可能看的把按照的点那些奇怪，伊那样，俺那就南边是给，我那点那边给，对我的听不清的，什么了呗？他这些就蛮贵的，做那点比那边给，对我的开，他开起来是那咋的？对了，怕短些，那可能都是所以因为主要但是，是还是俺们的那我边那们这里比较那啥，重视历史先出探剧现的那个。这个如果没就是戏剧排在前面这个可能看的监督有的上座部的重要的，内容啊，但现在嘛，所以他的国党的嘛，那点比对不起，呃，所以如果没戏剧了怕藏传根有对起，律的怕对排列哦，起那些，内容还是跟这那个大体那的那点比顺序对不是一样的，起，但是我在这里你那的有做送的给，标号哦，比如那说四我这看啥呢？六五一，那拉这个塞隆啊的顺序就是藏有律藏传根有律里面的一个顺序。好，拉总之塞隆啊第一个呢，啥的，讲到的是言境哦，这些关虚比呢，于言这个言饰这巴部分的黎跟对一个岸拿了了呀，内容。嗯，那么看的重要的啥这呢？这里核上面心被割在谈的了呀。是什么？问题就是说，巴利律的律藏中就他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没被割了呀，碰到用啊个切为到，了在这个但没有来是，盐的时候，啥子说辣椒跟能够辣椒跟辣椒的取得切边，到这个盐，可以那个食用到放盐，着钱呢，所以呢，我们就有先把这个这样盐切切，这个储跟你这存起来，关系这样的，放在这种角器哦，就这里的，是用角做成的天了大用这种器的啥呢？皿中，是俺那是个老看可以吗？差的是是啥？否可以？对拿了了这档给啷的是给。
那关键在于什么？就是律藏里面规定，就是比丘们呢，他们饮食的方式是今天得到的食物，那必须就是在当日就食用，不能够将剩余的部分呢储存到隔天，有这样的这种戒律，是不可以储存到隔天的。那这是一种堕罪哦，所以这个戒叫做素食的素的食的一个戒。但是毕竟哦，我们说跟其他食物不同盐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必需品。那就像是像科学家也提到，就是人的身体这个盐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种必需品，所以跟其他食物不同。而且呢，在许多地方是难以取得到这个盐的。所以很明显的，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可能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是因为难以取得到盐，所以他们提出希望能够储存盐的这样的一种要求。那当然，这个问题最开始提出来是在这个毗舍离，也就是广严城那里的比丘们，但是也很难说清楚，就是毗舍离这个地方，当时是不是就有取得盐的这个困难。但无论如何，可能会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僧众生活能够不会遇到困难，就需要盐的时候能够得到盐，而提出储存盐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如果说佛陀在世的话我想可能会给予这种特殊的许可的，因为盐它的确是一个必需品。例如说，就像是进行受药有一种药叫做进行受的药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实事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有关于盐的这个部分，能不能够储存盐因为毕竟盐它是一个必需品，这是实事中的第一个所以呢，回到这个表格的话呢，你会看到巴类律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讲到盐的这个部分，但是藏传的根有律它是放在了第4个。那么再来第2个呢是二指净。那藏传根有律里面是将这个排到了第6个，所以你会看到呢2个律典对于时事的排列顺序是有些差异的。好，那么第2项这个二指净，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巴利律所以在巴利律藏中就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正午过后日影超过2指宽度时进食是否可以？因为过去他们就是要过午不食嘛，所以超过日影2指宽度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进食？所以可以说呢，这个问题就是在说什么呢？就是二指就是说对下午不得进食的，就过午不食的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的？在谈到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因为当时比丘僧众就是过了中午之后是不能够吃东西的，所以这里提出来的就是过了中午之后在2指的日影超过2指宽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是不是可以放宽松一点，多一点的可以饮食的时间这样子。好，这是巴利律藏中提到的。
但藏译本的一切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律典中提到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巴利律是谈到是时间，但是藏传根有律谈到是未作蚕食法，以二指取食而时，称为二指净法。好，这一段是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那他不是在说时间，他是说饮食的方式，用2个指头饮食的方式。那么，但是先要解释一下，这一般来说，在过去比丘他们吃过之后，如果他说我已经吃饱了，不再吃了，那么这样说完之后，剩余的这个食物就叫做残食，就剩下来的食物。所以通常呢，在这个寺院当中，或者说这个施主他们会有施主这个设置这些供斋嘛，供品供斋。那么，所以比丘们吃完饭之后，是接受这些供养之后，就会从座位起身。那么这之后就是僧众们已经起来了，这之后再送来的食物和水果等等这些是不能够食用的。而且也不能够说我明天再吃吧，先存下来，这样也是不行的。所以也不能为了我们说隔天食用而储存，这是不行的。但是这样做会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就像刚刚说了，比丘可能吃完了，然后但是又有施主供养东西过来，但如果这时候就跟施主们说我已经吃饱了，不能再接受了，这样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满足这些想要再次供养这些施主他们的无法满足他们的心愿。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所以呢，这时候当时就有一些规定出来，就叫做蚕食法，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找一位还没有用餐完毕、还没有用完餐的一个比丘，就是让他来接受这些新供养的食物。然后呢，这时候他就要做了一个叫蚕食法，然后他要宣告，就是说剩余的其他部分是叫做蚕食，剩余的食物。那么，总之，经过这样一种蚕食法，剩余的食物的这样一个修法的一个仪轨的法之后呢，那么已经用完餐的那些比丘们就可以分配食用了。但是这个蚕食法所以在过去实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就是相当的麻烦。所以呢，这里就有提出这个二指净了。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不做这个蚕食法的情况之下，然后以2指来抓取食物来吃的话，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原因是在印度当时用餐的时候是用手指取食物来用餐的，来吃的。但是呢，用2个指头来取食物，它是不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我们现在并不是很确切知道。当然，1个指头你不可能说用1个指头来吃嘛，但总之用2个指头吃，总之它不是一个标准的用餐方式无论是拇指跟无名指，还是五指跟食指，还是拇指跟这个中指等等总之用2个指头来吃。那总之，这指的就是僧众们，他们首先已经吃完了主要的正餐了，可以这么说。然后呢，那么后面有残余的食物，那么如果也没有做这个蚕食法，那么就以2指来抓取食物来吃一点的话，也是可以的。有一点点像是一种象征缘起吧，就是为了满足供养者的心愿嘛，不要让他们失望。当然不像是在吃正餐那样子的大吃特吃是不会的，但是呢，就是可以用2个指头取一些食物，象征性的满足供养者的心愿来吃。所以这里就提到叫二指
这个禁哦，就是说这是可以的这样子。所以总之希望借这样一个方式哦，来放宽那个规定哦，就是首先蚕食法也很麻烦嘛，总之这样来透过二指来吃，来放宽这个规定。好的，那么这是二指禁第二项，第三个呢叫做聚落间禁。那你可以看到，在藏传的说一切有部里面，它是排在了第5个，内容是差不多的。那这主要是在讲说，也是关于用餐哦。那比如说比丘们在一处，就可能在某个精舍寺院用餐完毕之后，他接着可能会前往到其他的村落。那到了那边，如果呢遇到又有供养食物的人，那因为这个村落是不同的了，那但供养者也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供养，僧众能够用餐。所以，或者说是可能是希望在，这是一种说在不同的村落嘛，那或者可能是希望在同一个村落，但是到了村落的比较边缘的地方，或者在树林间，就是在进入另外一个村之前的，他们有那种树林间，也能够继续用餐，这是有这种不同的说法。所以总之，不管是到不同的村落或者同一个村落里面啊，总之就是说，在用完餐的比丘们，他们能够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够继续用餐，这样子。那么第4个是有关于住处，住处这是有关于这个布萨的部分，它叫做住处禁。所以叫住处禁，在一切有部律里面叫做高声共许禁，是有一点名称上有点不同，意思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巴利律里面在讲的，就是说在同一个界当中一个范围内，那这个界里面会有很多的比丘，他们分散在不同的住处，可能是不同的精舍、不同的地方。那希望就是说，这里问题就是说，在同一界内的比丘们分散在不同住处的同一界内这些比丘们，他们可以分别举行布萨，这样是不是可以的？那这个跟一切有部律里面提到的叫做高声共许禁法是意思是一样的。好，总之这个住处禁呢，在谈的是什么啊？就是说，当时印度的比丘们，他们的住处是我们叫做精舍，是以这个精舍为中心，然后接着就确定在这个一定的范围内呢，叫做这个界。然后这个界里面呢，在这个界里面呢，可以有一个或很多个这个住处。所以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哦，如果说这个界这个范围很大的话，那当中就有很多住处嘛。那么接着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现前僧，还有四方僧的不同。所以现前僧它指的就是在同一个界内的僧众他们都有通称叫做现前僧。那相对的是从其他的界、其他范围地方来的僧人呢，叫做四方僧。
所以有这样的不同。所以这里在讨论就说，好，现前僧哦，传统上戒律针对这种现前僧，就在同一个戒内的僧人，他们每个他们要做这个布萨，还有比如说像结魔仪式的时候呢，就必须是要集合在同一个地方、同一处，要共同举行这个布萨。那平常我们会说一个词叫做和合僧，它其实从这个戒律的立场来看，这个词它本身就在告诉我们说，它是要在一起，不是分开在不同住处，而是要一起做这种结魔，一起举行布萨这样的意思。所以和合僧的和合是这个意思。但是这里的问题会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戒的范围很大。然后有的时候，所以在里面不同住处的僧众距离是非常遥远的，有的时候要集合在一起，那无论说要布萨也好，节目也好，那一定会遇到困难。所以呢，这里住处境，主要就是希望说能够突破这个结界的一种限制，允许呢在同一个界内的僧众们，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住处来举行布萨和结魔仪式。但是呢，这里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慢慢的同一界内的僧众，他们都不在同一个地方举行这个布萨，举行结魔仪式的话，慢慢会有一个危险哦，就是说可能会造成僧团会不和，甚至会成为这个僧团分裂的这种前兆，有这样的一种危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部派的律典当中哦，之所以这么多的律典，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都是部派之后的律典，就是部派分裂之后，我们现在读到都是部派分裂之后各自整理出来的律典，就像我们之前提到有什么花地部的、法藏部的律典啊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从哪一个部派里面的律典来看，都提到是说可以，就稍微有一点这个开许的。就是在部派里面有提到的这种，也有谈到这种要不要在同一个界内要不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布萨，跟时事里面所谈到的这个住处境到底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就说部派里面有的可能提到，我们看到就说是可以在不同住处举行布萨，但或许可能是因为之前是不允许的，然后慢慢才允许总之，每一个部派里面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个样，都是我们要再进一步多去了解的。好，再来第5项呢，叫做随喜净。那么这个用词也都跟藏传的根有律里面的词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个是在谈到的是巴利律里面提到就是说，当这个僧众他们分别做了这个结魔之后，
然后呢，当某一天之后某一天啊，同一界内的僧众集合的时候，再请求给予许可，这样是不是可以的？啊，他就说希望是可以的。所以这一段主要在谈的就是说，是在一个住处决定的这个事项。就说本来同一个界内的是所有僧众要决定事情，是应该大家聚在一起决定嘛。但这里的问题就是说，他可以是在各自住处、各自一小群人或者某些僧人做了决定之后，当某一天同一个界内僧众都会要全体集合嘛，在全体集合的时候再宣布，然后再请求给予许可，就是说请求大众都接受我们当时做的决定，某一些僧人做的决定。所以这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可能也跟前面上一条的情况是类似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同一个界内的僧众，有的住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所以可能当某一个僧众、某一些僧众要去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不可能要等到，没有办法等到所有的人集合的时候才决定。所以他们就各自在自己的住处，然后僧众做了一些决定之后，然后之后到了全体僧众集合的时候，再做一个宣布，然后请求他们给予许可，就随喜，就这个意思，请求他们给予随喜，给予许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这可能也是必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哦，因为距离遥远嘛。再来第6个呢，叫做长法镜。那这个长法镜在谈的就是巴利律中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按照呢这个和尚就是给予戒律传戒的，我们就戒师也好，或者总之是按照和尚戒师的习惯做法，或者说是按照这个阿舍离的这个习惯跟做法去做，是否可以？这是主要在核心的问题，就这个。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巴利律中有些是可以的，有些是不可以的。所以主要在说，就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习惯的做法，还有这种行为，只要符合这个律法就是可以的，那么不符合这个律法就是不可以的。那么在根有律或者说一切有部律的杂事中是提到说，他没有提到说是按照和尚阿舍离的习惯，他讨论不是这个，他是说以自己的手掘地或者叫人去掘地，就是挖地哦，认为是可以的。那么，总之杂事中认为说，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跟这个我们叫做堕罪了，就是波伊提的第3条跟这个掘地挖地有关的这个戒是有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第6项就是巴利律中所谈到的常法，还有叫做藏传佛教根有律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是有一点不同的。举例来说，可能以自己的手挖地或叫人挖地，这个可能会提出来是
可能当时有一些和尚，或者说一些阿舍离，他们为了建寺啊，或者等等啊，他们可能有这样子去挖地哦，所以才会有这么一条提出来讨论说，会认为是可以的。当然，比丘的有一个戒律是说是不可以这样子掘地挖地的。但当时可能就有人讨论说啊，之前的这个和尚我这个戒师他们也都这么做，或者是他们叫我这么做的，那可能就有僧众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所以虽然可以看到解释有些不同哦，但是如果一切有部律针对挖地这个部分，然后但是以巴利律的就是和尚的习惯、阿舍离的习惯来结合来讲的话，其实可能也是讲得通的，是有关联性的。还有，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巴利律中的问题其实也并不清楚，因为他说和尚的习惯做法，阿舍离的习惯做法，但也没有很清楚的讲到是什么样的做法，是哪一种做法等等。所以也或许就是因为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切有部律的杂事中所谈的就比较清楚了，就是针对能不能挖地这个事情在讨论。好，接着是第7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嚼乳，就是这个乳牛乳它有分几种，它分乳啊、酪啊等等有不同的。所以他就说不要搅拌这个乳汁，在讨论这部分。那么这个第7项在讨论的是说，当时用餐完的这些比丘们，他们之后是不可以再饮用这个牛乳的。所以这里的讨论是说，他们能不能够饮用介于乳跟酪之间的这些饮料，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些律典是这样解释的，是说，或者说呢，他们能不能够饮用，就是加入了一些混合了一些酥油，还有蜜，还有食蜜等等这些混合的饮料，是不是可以的？或者说呢，然后这混合着饮料之后，然后不做蚕食法，然后是不是可以饮用？在另外一个律典的解释，针对这一条是说，可不可以饮用在乳酪中，在牛乳中、酪中加了水的饮料？总之都是在讨论是在非食时，就是过午之后，是不是可以饮用？可能律藏里面并没有针对这些有很清楚的解释，所以呢，广严城的毗舍离的这些比丘们就觉得说总之那混在一起喝是不是可以的？那譬如说这里有食蜜就是一般说糖这种砂糖之类或者食蜜，那是不是可以混在这个平时非食时总之他们就想出一个好方法，总之为了要能够在过午之后也还能够喝东西，所以就想说那我们就加一些东西，是不是就可以喝了呢？就这样子。再来第8项呢，叫做饮奢楼罗净，
바지 지구 처음 안 로삼 정도 대 간데데 슬라비는 자루기 사디 那么这里 제가 的叫做奢楼罗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类似酒的，总之但是它是还没有完全发酵成为酒的这种叫半成品。总之呢，这种饮料呢，它是一种叫奢罗罗的这种饮料呢，它是一种来自一种奢罗罗树嘛，好像是当做它们一种汁液哦。总之呢，这种饮料呢，它是还没有完全发酵成酒的一种半成品，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呢，是说可不可以酒跟水混合的这种饮品可不可以饮用？那巴利律里面解释是说，饮用那些还没有成为 sura 就是酒，或者是 matcha 就是酒的状态的这种饮料。就是还没有完全发酵成为这个酒的，然后或者说杂事中是说以水跟酒混合的这个饮用，为了治病来喝，那是可以的，是不是可以的？那这也是为了药用来为目的，就说在酒里面掺杂了水混合来饮用。所以这个还蛮清楚的，就是总之这里有两三种解释，一种是还没有完全发酵成酒的半成品，就是一种就是说那种树的汁液哦，它本身就可能就是放久它自然就会成为酒。那总之呢，还没有完全发酵成酒的这样一个半成品的这种树的汁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喝？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就是说它的饮品这本身是酒，但是加了水，是为了药用而能够喝，是不是可以的？但总之呢，现在很多的学者大师们都会觉得说，这里在显示就是我们当时呢，可能有部分的比丘就是想要饮用这些类似酒的饮品，所以呢，想要这些未完全发酵的这些半成品，他们也想喝。当然也有说，有的说是不是一般僧众想要喝，而是这个真正有病的这些僧众们因为药用而喝。譬如说藏医里面就有谈到说，有一些要用这种酒为药引吧，等等。总之再来接着是第9项，无缘就是没有缝上这个边缘啊，这种叫做坐具镜。这个是有关这个坐具的制作的大小等等的一个讨论。那这里是在说呢，制作这个坐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按照这个传统是有一个规定的，是不是可以不按照那样的规定的大小，还有那个边缘的缝制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还有一些解释是说，是不是可以随意的决定坐具的大小？譬如说，有的说甚至没有边缘的这种坐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巴利律里面就是波伊提法第89条，其实不只是巴利律哦，但是在像说一切有部律里面也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哦，坐具的标准尺寸是什么？就是长是什么2佛指的距离，宽是1个半佛指的距离，这样宽度距离，然后边缘呢要宽1个佛指的距离等等哦。所以，总之呢，超过这样的这个大小是需要减掉的。
저리 쇠비나 고체 녜바지 소고레스 저리 매비나 아니 제 녜바지 소고야 요 말에서 약속지 간다 그지 진짜기 다 가르쳐요 뉴스den게 진짜 중요합니다 다들 타마들이 시주버들이 再来第10个是什么呢？就是经营镜，就是关于比丘是不是可以接受，还有这个储存、收藏这些财物比如说金银财宝等等。那因为呢，在戒律律典律藏当中是很明确的规定哦，僧众接受或者说收藏这些金银财物是违反这个舍堕法的，叫做积蓄这个钱财的这种戒。甚至说呢，但是呢，说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哦，那比丘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僧团，都很难说过着这种不拥有金钱的生活。那现代来说更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哦，然后不得不开许的这样的一种戒。这不是一个就是只靠说传统怎么说就只能那么做，就这样子否定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不行的。不能说过去比如说有什么戒律中说续钱财的戒，或者说甚至连拿在手上也犯戒，碰触金钱犯戒，就这样来否决这个问题。因为毕竟随着社会这个经济的发展，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施主也就不再只是供养食物，甚至也会供养金钱或者是东西等等。那过去用的词叫做金银那现在来说就是钱。所以这的确也是需要面对跟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总之，以上就是针对这个时事有一个简略的解释。那接着呢，想说一下，就是时事它的集会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当时呢，就是在这个毗舍离这个地方，那700位比丘聚在一起，就讨论这10个问题，然后最终的结论是说，这10个都是不行的、不可以的，都是属于律中来讲都是非法的。所以呢，根据呢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藏译本就是说，当时呢这个过程是长老叫离婆多，他以这种问答的方式，他就向这个谁去询问呢？就是另外一位阿罗汉长一切去，或者叫萨婆迦没有来询问，然后总之就透过这样一个问答，就确认10事中呢皆为非法的。那不用10个都说就比如说第一个叫高声共许，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说，过去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在这个占波城。那么就当时就因为6群比丘就犯了这个叫高声共许的情况，所以呢，它是属于这个恶作罪，所以当时就很清楚就确认说这10个事情是非法，而且它是属于什么罪业、什么罪类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比如说恶作罪或者是波伊体罪等等。那总之，这些10个每一个就不多说了。总之，后世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说，这10个当中，其实就是真正比较重要的呢，
有5个，这是第一个是接受经营啊，随喜即可，就是事后追认啊，得到大家的认可。还有再来就是午后进食，还有同一个界内的比丘们不在同一处布萨也可以。还有像结魔法事的时候部分出席也是可以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这5项被开许的话，确实会对僧团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遭到反对是必然的情况。其他的几个呢，都是属于很小界的这个范围所以相对而言就比较没那么重要。总之呢，我们可以看到故事在最开始的就是广严城毗舍离的这个八七族的这个比丘们，他们认为这个实事是可以去做的，而且符合这个佛法的。但是呢，这个长老耶舍他认为呢，这实事是不合法的，是违背这个律制的。但他一个人说，这也是比较没有公信力嘛，所以总之呢，他就召集结集了这个总之700个这个上座长老，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总之辩论实事这个10件事情的，它到底是不是合法，这个符合这个律法的。总之呢，正方反方都有代表的这个僧众出席，比丘出席来讨论。所以最终呢，就是判定说实事呢，它是非法，不符合律法的，违背这个佛陀所制定的这个律制。所以这代表呢，就是700位的上座，也就是阿罗汉，共同确认了这个实事呢是非法。那透过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判定实事是非法，其实也可以说是净化了整个律藏。这可以说就是这一次700劫集最大的一个成果吧。那么，但这里我们要说的是，这个700劫集，就是或者第2次劫集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就是判定实事非法的这个700劫集，它主要记载在哪里呢？是在上座部的系统的律典当中，而在上大众部的律典中呢，并不是因为实事而这个阶级的。那大众部律典这是只有在中文中有，藏文并没有大众部的律典，所以中文里面大众部律典认为是当时结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关于这个五事、5种五境法，或者说五事而不是这个实事。所以呢，这个实事最主要就是在这个上座部系统的律典，比如说法藏部化地部还有说一切有部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上座部的系统。那总之，我们之后再谈到这个18部派的时候，会更清楚一些。所以总之，属于上座部系统的这些律典会谈到第2次结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实事。但是呢，大众部的律典就像刚刚说过的，它呢结集的原因并没有提到实事，而是所谓的5境法。
那我想这里有关摩诃僧祇律，就大众部的律典的原文，我就不引用了。但是呢，无论如何，大众部里面也提到一个不许起得金钱。所以，无论上座部或大众部，这个对于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认为700节级呢，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都不允许起得这个金钱。那尤其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这次第2次结集哦，就是所谓的700上座的结集的弟子哦，的比丘哦，大多是阿难尊者的弟子。而阿难尊者是之前我们谈过他哦，他是最开始提倡说小小戒可以舍的，就是他。也就是说，小小戒哦，可以比较灵活的，随宜置地的而做这个开遮取舍的。다는 신기 다 양받제는 예대백이 내den티 수이네 다저 삼로 구양부 당경이 된도 차리 이네야 다다 다리지 거두 체백걸 거두 니베 체백걸이야 다 시주부데 룽아래 말에 스키제 셰두스타네 양받제 베기에 다다 내den티 수에 가르로야다 그다 또시 레바 차부에 된게 뒤즈기 잡죠 但是呢，就算是毗舍离，我们说这里杨八就是这个广严城这里的，可以说僧众是比较这个叫开明的，但是呢，那里的很多上座也同意这个实事非法，所以总之就构成了一个很保守的一个阵线。当时，所以总之呢，这个实事可以说就成为了当时一小群人，就是拔旗族，然后是非上座的这样的一般比丘的一个诉求。好的，我想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啊，就这是啥，拉手。